纪录片导演刘吉雄用20年的时间去收集1978年台湾伫咧偏乌色难民营收留2000多位越南难民的资料，而且将这个人事物翕做纪录片来放送。最近刘吉雄甲高雄市的美术馆合作，举办一场偏乌难民营的相关特展。除了有静态展示，也透过 VR 实景，让民众感受到难民伫咧船顶漂流受难的过程。 play 键，他等到 play 键给他按下去，就好像你点了滑鼠。导演刘吉雄一步一步甲民众消解 VR 装备，透过这个目镜甲遥控，民众会当有亲身感受，体会1978年越南发生战争，148个越南人坐船逃难，伫海上苦打66天，最后敢若34个人互救来台湾偏乌的过程。就是你进来绕了一圈，你可能还是不知道。 他到底在讲什么？他想要传达给大众的是什么概念？可是你如果戴上了这个眼镜，你就可以更完整的了解他们那时候的处境跟心情。用 VR 影片和民众来认捌这段历史。台湾伫偏乌设立越南难民营，前后后拢总收留2000多人。刘吉雄讲，这段过去，因为台湾退出联合国，所以伫国际上找无这段记录。当然，真侪偏乌在地人嘛唔知影有难民营，因为当初时的一个民邦用20天去收集资料，斗出这段历史。当初这难民若无拆掉，或者咱即摆会加一个迄个难民人权博物馆啦。啊，不过无嘛，对吧？ 按个可能咱即卖会使用这个科技的方式，用这个数位的方式哦，你递这个 VR 这个头衔，你就会使等于这个已经拆除的这个澎湖难民营，哦啊，伫咧内底行，啊会使看到内底顶摆因这个难民伫咧台湾生活的这个资料。那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很多元的一个艺术创作的一个呈现，然后带领观众来去关注我们社会上面不为人知的一些议题。当初的越南难民伫偏乌拢总有106个红婴仔出世，有人留伫台湾，有人去欧洲、美洲住。 有真侪当初的第2代甚至第3代，捌回来偏乌走找这段过去。刘吉雄也将这个故事刷刷记录出影片来放送，望互更较侪人来关心人权的议题。记者柯家如邱朝阳、高永昌报道。